也被念起来，藏到暗到嘅阴谋，天那么流动，从爱飞到那沙，飞到那沙。揣唔到嘅思念，天那么简陋，短短2天，飞到那沙，飞到more呀，真正的自由。下盘以后母子，因你个因你还更用给米痛爱喊期待安乐给甜了苦，谈嘅温柔听听呢。乜嘅啊？國風音樂節？係啊，了就味道，了解個姑娘，佢用啥端出來個牛肉啊？教授，唔係講哪年嘅手段咩？啞巴啊，冇錯嘅手段，咩手段？一大早啊，你同夫人就來請啦。講乜嘅啊？佢哋做得出錢哦，怕你從古風音樂饗宴吧。講乜嘅？愛用做的淨化選舉，提高古風鄉嘅觀光。哦，還有啦，做得本合唱團啊，數到行卡度嘅學生。唉，快嘞！哎。到時間啦，開幕嘅時間，合唱團會送台表演哦。做唔得啦，千萬做唔得啦！因為做唔得啦。教授啊，有下同學嘅素質啊，連合唱團嘅水準都冇咧，我參加埋嘅古風音樂節啊！咦，哎呦，又傻傻啦！是啥？呀，就會教育啊，隨千萬人啊，我還會去喲。啊，希望我請尤先生讓你說。先生，也係辦風同學嘅理髮做領鋪。哦。哎。你想要參加口福站比賽嘛？係做嚟做嘅指頭先生，你叫我落去參加比賽。不過，我係合唱團嘅班長呢。先生知啦，不過啊。你講參加口福戰，拿到冠軍，
对你身上學校聽錯會有動態嘅幫助哦，比參加合唱團還較有哦。我想看啊，欣賞之誰？嘉嘉，做政治人物嘅寫人呢，攏辛苦吼。你冇辦法接聽聽人來講，唔過人做啲接聽自家嘅反應。係講阿 B 太太做得到欣唔欣賞，對嗎？好，準備上課咧。欣賞之誰？天龙科嘅講義，家政科嘅教案，有體育科嘅器材清單，有音樂科嘅，還有美術。對呀，講什麼嘅事情啊？高中講唔會同係天書啊，接下來一年嚟啦，我要帶幾條死鬼嘅做魔鬼訓練嘅，我趕喺音樂節之前啊，同而家聲音調起來。雖然講啊，也係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啦。不過高中講啊，隨前班人也係你會去啊，也跟人哋啊，所以人搶同嘅天數準備要到過場嘅啦。哦，原來係咁啊。嗯。愛你無表示愛就愛天數，就像冇一生人強樣哦。我會請無來見面出來，拜拜。喂，劉先生，做到有半度你學生咧呢，那你完全都唔知幹啦你啊！所以前班人愛很喜歡哦。蘇先生，也係唔知。阿叔啦，黃先生，有請美嘉嘉，然後係叫我參加科學展，係你考慮啦。如果係上，佢應該會答應。我送人嘅伴奏，我再個請講完了。都大一樣嚟啊！佢啱明係出錯嘅。哎呦，我們放學再去找他就好了。明春真的很3-8哎，我生氣就生氣，幹嘛翹課？幼稚！看什麼看啊？不要看啦！不能看哦。你很煩哎。算了，愛生氣。放學再去找他就好啦，奇怪。也蝴蝶蘭哦，迄個玉蘭花嘅朋友，特別改良嘅品種，種清叫嘅哦。你送100蘭花太歲嘅冠軍，條講要送。好點點呢，送花做埋喏。英國佢你搞太講哦，聽錯嘅送。條講樣啊，聽錯咩書到夾啲報紙地度嘅稀罕嘅吼。佢卷係清秀哦，英少講條講樣唔知要學白亂想。我到連樣片咩人家家表嘅，本風係聽錯來同講清楚。
用威呢？来，亚种事情哦，一看就抵得黑抹黑啊。特别读到选举，听说会有按样的事情，每夫人不是按生意啦。人就啲啊，我同佢跟你講啊，條講用按啲xử理，聽眾唔會俾有種懊惱下啲事情影響到。但係你心意係喺度。上一拜啊，阿 K 的事情哦。真來了呀？问妈妈好。阿 K， 上拜的事情为妈妈请快些哦，希望你做得原谅俺呢，好冇？過去嘅事情就過去了呀。你去寫功課了呀？條講樣，上一拜的事情係俺哋唔錯嘅，我同佢佢哋最要好好檢討呢。俺哋睇見哦，實在冇應該因為這個事情而影響到生意。錯啦，俺就唔希望對生意有乜嘅唔好嘅影響啊。有嘅事情講出來，對人家較排泄啦。俺就知哦，大家就係做媽媽嘅人，你聽從了解嘅啦。要一餐咩？你按摩汗，泡一泡幫你退貨。乡长啊，庄脚独个门业者怎样来处理？一隻美國券啊，真然係唔理見少嚇，攀陳飛、記者飛、宋江琴，係拉嗌講送埋係閒話，係你攀埋嘅國防營國之，講我嗱學教嘅形象叫得盡啦。掉嘅，嘛個男嘅啱嘅有嘅拍嘅窮就做呀。嘅阿爸唔咩咩轉去啊？望本人欺負家嘅哦。太屋盲棍，西屋刨花棍，點點啦，新入班。我看啊，我咪多在意，唔好比按好講。佢好似人講。你就zapni di就好了呀。你躺好，阿妹一下教你，所以你本人做橋來教啊，你想辦法咩都轉去啊，你弟弟用一部分錢啊，這個時代就會啊，小心啊。哎，你去就去，小屁孩多啊！哎，杨总啊，生意冇上我就冇別記咩？做唔得，你聽咗咪你合唱團，嚇？係啊，阿爸，捱我開啦，阿爸，捱我開啦。
乡长，我就同人讲的啊。老爱，迄好朋友，怎么？你听我卡没讲，要跟庄连杰一起加入合唱团吗？我都唔伫个讲。方老师，我们家大志可以加入合唱团吗？乡长，不是我不让他加入啊，大致他的音准跟音质。等下，反正有呀，放心上啊。每到两摆哦，每喷羽绒机，你都会这行政作业，但是咱无法度唔分离太子唱歌啊。真知哦，中国的幕后堂，佮一天有乜个行政嘅事情出来做咩？啊，我告诉杨总啊，这还用几天咧？哈，冯先生啊，讲好诶，咱就文林太子团好啊，做团长，好不好？啊！用的啦，不行哦。刘飞轮准呐！爱弟，你迄教堂来嘅洗不着？爱是见过人咯。你迄个被爱太子嘅眼神，嗨，你嗨哦！我就本日神父嘅郭凤祥起错唔得，你听到嘛？我老人嘅计划是唔会破的。林大志，发声的时候嘴巴张大一点啊，至少可以放下4根手指头，像这样 ，OK？ 老师，我看到好。林大志，认真一点。哦，好啦。我们再一次。哦。林大志。这个角度对不对？在右边一点好了。右边。不是啦，我是说贴布。哦。谢谢。你弹钢琴很累哦。不会啦，你们唱歌也很累啊。还不是那个林大志在那边乱唱歌，很撸累他。大志，干嘛？你可不可以退出合唱团？我也想啊，那么娘的东西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退出合唱团？我才不要嘞！
一定是为了魏佳佳吼？才不是嘞！你唱歌那么难听，每次都要我们一直重唱，很累耶。而且，佳佳弹钢琴也会累啊。果然是为了魏佳佳，见色忘友。你又不喜欢唱歌，我是不喜欢唱歌啊。不过，我对参加合唱团有了新的兴趣哦。什么兴趣？你说呢？懂企业哦。哎呦，林大志，你真的很无聊呢！你管我，你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啦！在跟他玩，你不懂。威猛，来讲啊！今日唱过咧，硬连两低嘎嘎。掉，你做嘛给啊？大志，你真的很臭哎！林太子，我没啥去，就让他甩落去。你做嘛干？你不要！狗马哎！放开魏佳佳，你现在是怎样啊？你没有看他手受伤吗？你还那么用力，干我什么事？你太过分了啦！这样就要过分，死淫，跟你绝交！喂！你们怎样？你再来呀！那麻烦保证了嘞。哎呦哦！我的奶油是对感情哦。好，来，好了，哎，哎呦，我真空都冇爱时间啦。愿叫好嘛？讲唔对咯，安尼啊，硬妹就要报警，硬啊就不你做戏咧。做到就做到啊！嘛该啊，你喜欢看到俺，阮警察做去管哦。来，乖，糖花，做衣服卡点嘛？爱无？讲唔对咯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好了，来吃饭，来，你看。来再讲我明白，正义无言地标方的死刑啥呀？我爱讲几多摆？错，无啦。安尼最好，唔通好的哦，要惨咩最好人会乖乖，有好把握咧就去把握，不准讲有听你。因也着去跳那地图，厝体献祭，无去咧赌死哦。你含笑咧嘛个啊？喏。
係偷偷嘅就不應答。阿公帶你讓他狀態離嗎？秋水和線會迷水，會迷水將我降水，線線無水。阿公教你學迷水，一隻手骨跌到湯度窮得美。吊瓶吃吃掉我舌，吊瓶裝完掉沙巴，阿爸掉湯條，阿爸掉湯味，會掉我酒就淺談小八卦。愛可能哦，唔但唱迄雕毛節目，連拍鼓都名唔到。唱幾隻細苗的，要跟老人講迄乜嘅合唱團。尤先生，無天數就好誒，無噴冷水好嘛？一切都要講人嘅啊，迄無用嘅土歌而無字啊。見面村啊？見面村，做第去高音部。梁飛倫，做第去低音部。也記在有問題的學生了，你也係最好。就唔會咩嘢的小屁嘞。尤先生，你真是個居心叵測呢。我動機不純，唔過係利益良善啊。有暗號嘅機會，佢也就應該要同上參加哦。面存啊，當然講唔翹課啊，伊來啊，你做嘛管楚先生啊？你又唔係小老師誒。唔用先生，你講安度？我沒管，我關心。你吃一個唔同款啊？我冇去參加。你有冇冇想去參加啊？那唔前啲啊，人哋合唱團哦，要參加國風嘅音樂節咧。So？所以，唔同他考就做做到講爽到衝過啊！我可能演種啊、鄉種啊，有同學嘅家長啊、國風嘅鄉親啊、遊客啊，都做啲看同衝過嘅呢，一公用嘅啊！會做到講。當然嘅啊，講會嗲呢喺度。用嘅啊，我講你合唱團嘛。我上課哪？方先生，一鋪對也係同學無效咧。嫌粗就冇攞來啊！你還望大兵豐年欣賞哦。迄講迄因為愛，唔做咧唔是上岸度啦。因為唔會上太多麼？你又會做乜嘅啊？冇唔錯，係獨家，係唔邊個去報復愛刺噶？係上唔咩係？下禮拜也把人夠打，我有東西報復刺噶。
分享家己合唱团。哪去啊？讲伊合唱团啊，从国的哦，做咧陶冶性情。喂，讲伊合唱团哦，你做着段天数，就同我强下啊，希望可能啊，规日都去解上去的。幼稚。合唱团哦，谁说？唔知唔好拿嘅，原來合唱團係咪該防醫啊？他搞出搖盤啦，係咪？價錢要幾好啊？哦，講法啊！唔講嘅搖盤有感情好，係唔是？迄無才挑嘅人，將我團體去報復，迄個按人還無辦法。佢記住要攏會強用，這就意思啊，較刺眼。唔通喺事業個冇嘅冇啊？哦。三下落要動危險，先生帶領做，做生業嘅書嘅動本。來，動講吼。也就係喏，水老火嘅愛情。每遇到热水，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能，导致燃烧。燃烧过后的氧化镁就变成了碱性的氢氧化镁。欣赏对亚流演出个编发之后，董想仪从原本中性的稳定物质，有了化学变化之后，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。从不稳定到稳定，不稳定。就像你变魔术用的，用的就挺好的嘛。我留先生叫我来参加科学展，变含那复杂、含那有尘土的技术，好吗？不过合唱团就爱咧伴奏。迄先生为已经认先的吼，也请来学生的。我专心参加比赛，你讲做唔到，那就要考虑其他嘅意见咧。先生还有嘛个人好选，规好教就爱最优秀。我爱嘅係專心、有為。在准备考好战嘅时节，听说会动专心，先生老爱天数，也就冇问题。好，来，先生讲认识来的东西，你看，那小东西是只不用的石棉瓦，还有一。记迄嘛啥？喂，人爱。拢爱讲记迄嘛啥，爱就办不明。魏家将爱讲过的，某样爱。都唔差爱，
迄唔要记哦，你就拢爱讲嘛。俺唔会唱，迄边有票。烦。哎。爱吃豆，爱较酱嘞，吼。幼稚。银爱迪亚好搞，较有意思吼。真的有香。佳佳，佳佳，不要碰！不要碰啊！到底要干嘛？今本日吼，准备谈到数字条团体啦，看机要谈。你生啊？靠，要生来哦。娘炮叫，总唔得错啊！魔蛋的，这边魔蛋。哎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死娘炮天团的，我们绝交了啦！什么娘炮？你骂谁娘炮啊？你啦！哎，你莫名其妙越来越不讲理了呢，你啊？怎样啊？干什么啊？小杰，回去坐。林大志，你不是合唱团的团长吗？应该要以身作则吧。以后老师还没来的时候，你有这个责任，带所有的同学先做发声练习。啊？为什么是我？啊什么？佳佳，先带班上的同学练习。林大志、一诺，你们两个跟我出来。从今以后，一怒就会是你合唱团的伙伴。为什么是我？老师不要啦，我跟他绝交了。我管你啊！练唱歌呢，就是要练肺活量。你们今天两个都要跑步。老师怎么唱，你们就怎么唱。来了，九条好汉在一班，预备唱。怎么不唱啊？老师，你那个也太老派了吧！你太 old fashion 了啦！真是很啰嗦嘞。最传统的老方法就是好办法。开始跑，
给我唱！啊！如果没有给我跑3圈哦，休想回去。好。秋条好汉在一班，不要弄我了。秋条好汉在一班，秋条好汉在一班。做嘛该啦？俺要去参加口号战啊！唔好安尼好无？俺要老人讲过咧，你好搞无嘛事情，莫贴皮来亲爱。哦，唔做嘛叫请伟哥哥参加口号战，唔请啊！参加口号战动辛苦，不过唔要参加合唱团咧。俺又忘记听。你看，哪会讲？上到安定一下，好冇？整个体力舞台上俾问睇下看啊，抗击声音是底部啊，做口号战，太大爽咧。俺唔管啦，俺要去参加口号战啦。见面村，唔管呢，你有冇参唔了？条摆都唔会对俺的，你家家来过后，俺讲2句，你就嫌啰嗦，唔变心的啦。哪有？唔系啦，就唔系你想安尼啊。我请我人3天天嘛。快点！继续跑，不要停啊！好，快点！继续跑！不是，大志，你刚刚发生乜事情喎？两个人送去医院去啊？这个水母啦，有事情啊？我知喎，那个死鬼是知的，咩小量下就做唔得，啊水母阿强就衰落高诶。你话啊？你做到迄教音乐，还教体育的啊？两个都会啊，用的咯。用的啊？语言咩？语言好冲突本带啊。先生，哎，事情拉大诶，做点莫搁真麻烦的好无？我喺V度练台之后，哪会训练伊个呢？迄讲伊个表现一直安尼无好，唔但将会影响到合唱团的，连七卡都会冇信心。安尼要影响到伊个声音的个学习成长，低毛啊！唔就安尼啦，想用的就用的，故所长会变到无干无晒。我用的啊，我係想要灭好学校的合唱团呢。全就会争取，太子家爸要嫌弃了，合唱团咩去争取？你真给拉到机会来唱歌的哦？拜托你哈，冇嘛嘅事情都讲到按公理，好冇？啊？太人啥嘅权力斗争，要做你强到声音的咯。想到太简单嘞，也就声音就会太人高政治嘅讲起。
先生，莫想到迄女性哦，真是迄无所适从嘞，又会按负面啦。我请迄老师讲啊，讲我先讲莫讲迄啊。总言咧先生哦，我有一个正面嘅心，希望哦，切对影响到学生嘅心嘅啦。嘿呐，唔老都13年做人强用拍，心度拍，头脑要拍。邱先生，好咧，我无限老人讲，也就呜拍拍，我去无限咧，拜拜。你要弄死我！啊，你不是昏倒了？拜托，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哪有可能跑2圈就昏倒了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闻起来酸酸臭臭的啊，很好认哎。真的？干嘛？你又不舒服了？跟你绝交了啦，不想跟你讲话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所以我才过来看你死掉了没有。哎，你很没。不要。一人吃一半，感情才不会散。很恶哎。干嘛？你是女生哦，要我帮你弄干净啊。很脏哎。拿去。如果你要跟我当好朋友，就不要跟大志当好朋友。我爸跟他爸要选乡长，我跟他注定要当仇人。老实讲，我应该去总演去行妈妈面前，像我那样，原本爷爸完全无睇嚟做妈妈嘅支持，你怕干自己动弄啊！有。没错，不要这样啊！联络只是干死人啊！我是太敢向我死啊！我弟唔去骂啥？许、舒、曼，我会老骗你讲，唔中意记哦。妹妹要把事情搞出去。没有谁能够保谁，只有手起嬉皮笑脸，用锐利的眼神看向前面，爱成功。